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以里办公室名义，正向社会局申请社区关怀据点，持续透过健康促进活动，让长辈活到老学到老。其中中嘉集团团队特别用实际案例，教这群长辈如何分辨假新闻，避免散播假消息。大家都很认真，不使用手机来记录，场面相当热烈。疫苗安全性排名中，中国疫苗的列前4位，安全性它是在全世界的前4位，还这样写啊，排了前10名出来，大家觉得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，好 ，OK。根据研究指出，65岁上老人正是假新闻最大的分享族群，虽包括热苦瓜水可以救人、热柠檬可以杀癌细胞等错误资讯如何分辨。中嘉集团也分享一定要了解资讯来源，向专家请教等8个步骤，同时用有奖征答的方式，强调善尽查证的重要性，让里民踊跃分享，收获满满。从这个网络啦，或者是我们 LINE 里面呢，接收到很多的那种不实的信息的。那我觉得说，这样的一个课程呢，用一个很深入浅出的方式，那很容易呢，让我们这些长辈呢都能够了解。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有诈骗。以前我们收到讯息就觉得这是好消息，就传给亲友，其实是不对的，要先去判断它。一寡咱的长者知影讲，咱伫这个手机一接到那个讯息的时候，一定爱知影讲爱知影3点，第1点就是讲不要造谣，第2就是不要轻信，第3就是不要乱传这样子。单机假消息，人人有责。记者郭文吉、何乔邦台南报道。